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16号，这一期咱们聊一个跨省抓捕。今天还有昨天，有各大媒体有财经网、第一财经，还有其他的媒体都报道一个关于跨省抓捕，然后被抓捕的人死亡这么一个案子，说的是北京手游公司高管邢艳军在指定监视居住场所内亡，247天后，2024年12月6日，因没有犯罪事实，内蒙古呼伦贝尔新巴尔虎旗公安局作出对竞技联盟德州扑克 APP 涉嫌开设赌场案撤案决定书。这个事情在网上也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因为各大媒体都在转载这是正规的财经网、第一财经他们的报道，就是北京的一个手游公司的一个高管被内蒙警方开设赌场罪从北京抓走，在内蒙古呼伦贝尔新左旗指定监视居住，结果死在那儿了。247天以后当地公安局做出了撤案决定书，也就是他没有犯罪事实，但是人已经死了。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实际上2024年5月12号，第一财经他就已经报道了这个案子，也就是时隔7个月之后警方把这案子给撤销了。5月12号，第一财经报道说，跨省抓捕后，47岁老牌程序员在指定居住间死去，疑涉网络赌博案。说这是第一财经消息。日前，网帖邢艳军家属说，呼伦贝尔跨省抓捕，我弟弟只居期间死亡，气求自治区调查真相，一度热传。2024年4月3日早上，邢艳军在只居房间内非正常死亡。邢艳军死亡后，我们家属并未在第一时间内接到公安机关的通知，而是在当天傍晚通过个人途径打听到人已经死亡。对于有关部门告知死因系自缢说法，我们家属认为存在重大疑点，这些疑点和诉求我们已经后向新左旗公安局、检察院、呼伦贝尔市检察院提出，但至今未得到任何回应。这是家属反正发帖求助。律师和家属称本来检察院做出了不予批捕的决定后，邢艳军等人可以被取保候审，直接回家，但公安对这些人采取了第一财经记者掌握的资料显示说，邢艳军死后，哥哥邢耀军来到新左旗公安局向警方询问弟弟死因，并质疑既然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为何警方保证不了死活。他告诉记者他在4月1日刚刚见到弟弟，当时并无异样，而警方答复称该案已由市局和市检察院负责，自己说了并不算，只负责联络家属并沟通汇报。家属告诉第一财经，目前邢艳军的尸检已经完成。在互联网上，此案中的跨省抓捕、指定居住期间自杀、网上赌场等信息成为被热议的关键词。第一财经就此电话联系了呼伦贝尔市新左旗公安局，值班人员称有关案情及采访事宜需要领导处理。那内蒙警方是如何抓捕邢艳军的呢？为什么要抓捕邢艳军？这个就是所谓的629专案。第一财经是这么报道的他说，根据网帖陈述，2023年11月8日，悠有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悠有互动员工14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新左旗公安局拘留。发帖人的弟弟邢艳军是公司总经理，此后邢艳军等人被羁押至呼伦贝尔市新左旗看守，其中12人被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对这个抓捕的过程当地的官媒也就是叫平安新左旗和中国长安网有详细的报道。但是抓捕的场景说2023年6月，也就是1年半以前，新左旗警务支援大队发现辖区居民10几人在网上进行赌博，新左旗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立即抽调多部门精干力量，成立629专案组。侦查发现，这是一个以赌博网站为依托实施犯罪的有组织的团伙，该团伙公司化运营，在网站上为赌客充值、兑换金币，并且架设虚假机器人，从中抽头换利。在短短的2个月内，涉案流水已达1亿元，涉及全国27个省自治区。那这个是个大案呢，网络赌博大案，所以叫629专案。11月初，专案组经过秘密侦查，发现该团伙在北京市朝阳区写字楼内伪装经营的赌博网站运营公司。
经过几天几夜的蹲守，于11月8日，专案组一举捣毁该赌博网站运营公司，将以党某某为首的14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11月16日上午，那就是1年前呢，新左旗公安局举行仪式，欢迎629专案组赴北京抓捕凯旋归来。这个就是网上传说的啊，叫远洋抓捕。副旗长、公安局党委书记刘晓辉对629专案组赴北京抓捕凯旋归来的民警表示热烈欢迎，并与专案组民警亲切握手。当时啊，这个拍的视频啊也很这个壮观啊，这个前面有警车开道，后面大巴车拉着这个疑犯10几个人，从北京啊一直呼啸到内蒙古的新左旗，然后这些嫌疑犯每个人都戴着头套从大巴车上下来，当时下着雪，这个场景啊，有点那个千里抓捕啊。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啊！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有点这个意境啊。这个平安新左旗介绍啊，那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重大的胜利啊！此次远赴千里，成功侦破该跨境网络涉及到国外啊，是新左旗公安局打击违法犯罪的又一次重大突破。那当然要大书特书啊！截至2023年11月16日，共侦破涉嫌网络赌博团伙6个，抓获犯罪嫌疑人46人，侦破电信诈骗案12起，成功止付，就是阻止啊支付323万元，冻结涉案资金102万元，返还被害人损失31万元，抓获电信网络诈骗案的犯罪嫌疑人68人。那就是这个恐怕是新左旗一系列的啊这个打击网络赌博的一个专项行动啊，因为他去北京抓的这个悠友科技只有14个人，但是他这个案子明显的啊有6个案子抓了68个人。那么悠友科技的这些家属当然就有不同的声音啊，他们就质疑啊，这个悠友科技的这个总经理邢艳军家属对警方办案程序提出多项质疑，其中一项是呼伦贝尔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这就是咱们说的远洋抓捕。说悠友互动特地在北京，邢艳军的户籍也是北京，经常居住地也是北京，公司在呼伦贝尔没有开展过业务。但是我弟弟也就是邢艳军他哥说啊，呼伦贝尔市从来没有过交集，为什么呼伦贝尔市新左旗公安要跨越，将远在北京的游戏公司工作人员押回，并冻结公司和高管个人名下的银行账户？家属表示啊，这个家属认为啊，去年12月15日就刚被抓过去不到1个月，新左旗检察院已经做出了不批捕决定，说明检察院经过审查，认为邢艳军不符合逮捕条件，应该立即释放或者取保候审。新左旗公安为什么把邢艳军从看守所带出来之后，带到自己的只居地点继续羁押？本来啊，邢艳军是在新左旗看守所，结果这个检察院呢做出了不如批捕这个决定，那就应该放人了。结果当地的公安把他从看守所放出来之后，又把他相当于关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指定居住。这个律师认为啊，警方介入的理由就是这个公司涉嫌开设赌场罪，但是从法律上讲，管辖权由内蒙公安来管，这件事争议很大，不予批捕后，一般的处理方式是取保候审，而采取指定居住、监视居住这种措施是否合法，在实务中是有争议的，属于法律规定的模糊地带。那另外一个就是悠友互动到底是有没有赌博，或者涉嫌组织赌博、开设赌场，那么这个是这个案子的核心，有没有犯罪事实吧？这个第一财经说啊，去年10月，也就是2022年10月啊，2023年10月，有家长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家中12岁的小孩被该游戏系统机器人收割，诱导充值2000元，曾向商家表明是未成年儿童，一时冲动无意购买，要求退款，可商家不退。悠友互动方面否认其业务涉赌。悠友互动好像就是那个棋牌类啊 APP， 里面都是棋牌类游戏，里面德州扑克啊以前挺流行的。那我估计啊，就是悠友互动啊，你在上面玩这种棋牌类的，恐怕互相赢输都是那个叫虚拟币啊，因为棋牌类的游戏它那个逻辑就让你充值转换成平台的欢乐豆啊，那个豆这个币那个币，然后去玩，然后平台的这种结算的这种币啊，你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你比如看广告，你比如做什么工作，你能获得，或者你每天登录，每
天签到等等啊，反正你能获得平台给你的这个虚拟币。当然充值是主要的一个途径，很多这个棋牌类游戏啊，以前都这么玩，高手啊玩得好的1分钱不用花，玩得不好的恐怕就要充值。它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判断它赌博还是不是赌，就是这个虚拟币能不能兑现。如果虚拟币不能兑现，这个肯定就不是赌博，那纯粹是消费。如果你赢了虚拟币，你可以通过一个渠道把它换成钱，那就形成一个闭环，那这个应该就是赌场，就像澳门一样，对吧？你进去玩的时候换它的筹码，赢了钱你不玩了，你出来把筹码换成钱，那你这整个的一个闭环就是个赌博。游戏平台也一样，只要它发行的那个虚拟币游戏币不能兑现，它就不能算赌博啊。即便里面啊有这种麻将、炸金花、各种棋牌类的那些赌博的类似赌博游戏，那也不能算赌博，反正你提不出来钱。还有一种呢，那有人就设计这种虚拟币场外交易，我不在你平台交易，但是我场外交易把它变现兑换成钱，那这个也涉及。这个我以前做移动互联网公司啊，对这个是非常注意的。一是涉及赌博，二是涉及传销，就是你设计产品的时候，大家记住了啊，你所谓的粘性，就是用户的粘性啊，就是黄赌毒都是人性的弱点，是最有粘性，但是这些都是属于打击对象，肯定是犯法。但是你想作为产品设计，他想粘住用户，他就只能奔着这个方向来，很容易过界。所以判断是不是涉及传销，是不是涉及赌博，这个很重要啊。实际上很多互联网公司开发各种游戏 APP 的，最后啊就定3个罪，一个是赌博开设赌场罪，一个是涉嫌传销，一个是叫非法控制计算机罪。一般的就是3个罪，你把这3个罪整明白了，你去搞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游戏手游，你才能不犯法。那么他这个悠有互动，他有没有场外交易呢？这个悠有互动的这个老板呢叫党库伦，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啊，他说网上有倒卖账号的灰产，公司的封号打击还是比较严格的，但也并非100%管得到。中国游戏上网都是实名制，只能倒卖账号，无法倒卖币。公司运营合法合规，也上架了苹果应用商店，流水和用户数在同类应用中是国内第一。也就是说存在平台外这种兑现的可能，但是啊，那这个就跟公司没有关系了，因为人家把账号卖掉了，就你这个账号下面赢了多少这个平台的币，他把这个账号卖掉，因为咱们的法律规定咱们是实名制的，所以这个责任又不在平台。那这么看的话，确实啊算不上开设赌场罪。邢彦军家属及代理律师对开设赌场罪的指控予以反对，他们认为暗设游戏产品的娱乐模式为玩家注册账号进入平台游戏，获取平台赠送金币，就是虚拟币啊，或玩家向平台购买金币，玩家在游戏平台上进行扑克娱乐，输赢通过金币进行结算，不论玩家在游戏中输赢结果如何，其账号内的金币平台均不予反向兑换现金或财物，游戏金币仅能在暗设游戏平台中使用，不允许在游戏平台之外进行任何兑换或交易。基于上述事实，暗设游戏平台不是赌博网站，未接受赌博投注，未提供给他人组织赌博，未发展或允许第三方从事代理活动并接受投注。更重要的是，暗设游戏平台不能实现，也不允许游戏金币变现，即玩家的金币不允许兑换现金和财物。本案不存在投入产出这样的赌博资金闭环，所以本案不存在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开设赌场行为。实际上啊，在这个2010几年，就16年、17年、18年，就那前后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互联网平台游戏啊，都倾向于赌博。我说的倾向于啊，因为他在抓住黄赌毒啊，所以就有很多公司啊，他就过界了。确实当时啊，利用 APP 进行赌博的这种游戏公司非常多，我有印象。当时恐怕这个工信部啊，主管部门还组织个打击啊，利用网络平台进行赌博，搞个专项行动，说明当时这种风气还是比较盛的。这个悠有互动的总经理邢彦军呢，他是什么人呢？工商信息显示啊，悠有互动成立于2018年，那正好就是那个点上，由悠有天津科技有限公司100%控股，后者则由7个自然人股东控制，党库伦是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占股50.4%，邢彦军是第2大股东和总经理，占股17%。这个党库伦啊，也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恐怕有点钱啊。他向这个第一财经介绍，自己是悠有互动
财务投资人，第一大股东，他只是投钱，然后他不管具体业务。该公司主要开发应用扑克竞技联盟，游戏版号是通过收购江苏君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获得。公司原本计划游戏出海，但并未打开局面，主要营收还是在中国内地，而党库伦又常年在国外，因此公司实际经营是由邢彦军在负责。5月10日，党库伦对第一财经表示，除3位高管外，其余员工均已被释放，自己在北京价值5000万元的房产及国内银行卡上的数百万元被冻结，自己也在寻求法律程序援助。也就是你虽然在国外，你不实际经营这个公司，但你是第一大股东、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一样的，名下财产冻结。这个党库伦称啊，包括邢彦军在内，公司员工大多都是高学历或者知名互联网企业出身，公司给的待遇也比较好，并无涉赌的必要。这个家属和这个党库伦说啊，邢彦军47岁，内蒙古人，内蒙古工业大学动力工程专业，2000年的毕业生，曾是雷军手下，在 YY 语音和金山都曾担任中层，还主导开发知名软件金山影霸。雷军的下属啊，这个 YY 在纳斯达克上市啊，邢彦军他作为这个中层啊，那肯定有原始股，说当时啊就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但是这个邢彦军呢喜欢技术，所以就跟人搞了这么一个叫悠悠科技。也就是邢彦军啊，他不是普通的码农，他通过这个 YY 语音，他已经实现财务自由了。他后面还创业搞了什么短视频平台，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科技公司，但是恐怕都不太成功。最后啊搞了这个悠悠科技，搞游戏。后来的事情咱们前面就介绍了，这个邢彦军呢被监视居住，这个监视居住的场所是一家宾馆，没有摄像头，也没有第三方监督。曾有在呼伦贝尔指定居所接受监视居住的嫌疑人描述，在那里每天被限制行动，饮食恶劣，审讯时间长，不服从管理，还会遭到殴打。2024年3月啊，邢彦军在指定居所房间内非正常死亡。家属表示啊，公安机关并未第一时间通知，而是他们辗转得知消息。当警方告知死因系自缢时，家属提出多项质疑。警方说他是上吊自杀，但是啊，说随后的尸检报告显示死因是突发性心脏病。这是网易啊转发财新网的报道。为什么一个北京的企业家，一个所谓的财务自由的码农，这个雷军的手下死在了离他的家呀1500公里外的羁押地点？那公安机关是没有办法给他答案的。前面说他是自杀，后面又说是解剖之后啊说是心脏病，那家属肯定就到处投诉啊，到处上访，结果啊没有回应，然后家属就试图通过社交媒体引发舆论关注，很快被删除。正好啊，前一阵子网上不有掀起了这个叫远洋抓捕啊，引起舆论的关注嘛，所以这个邢彦军案自然也就受到了关注。这个案子拖了几个月之后啊，2024年12月，案件被撤销，悠悠互动全体被捕人员无罪释放。2024年12月13号，邢彦军遗体火化，6天后，北京将举行他的追思会。邢彦军家属表示，他们将继续追责，要求相关部门对邢彦军的非正常死亡给出合理交代，揭开这起案件背后诸多疑点的真相，让司法公正得以彰显，给逝者及家属一个公正的回应。不管怎么说啊，嫌疑人是在警方指定监视居住期间死亡的，那警方就有责任。这种指定监视居住啊，到底合理不合理？这种制度啊，要不要改？你有拘留所，有看守所，有监狱，然后还搞一个叫指定监视居住，这是为什么呢？而且啊，要是指定监视居住啊，那应该是犯罪嫌疑人自己的家里啊，所以这里面比较叫错综复杂呀，这就涉嫌公安机关有越权。什么叫越权呢？就是通常啊，你要监视居住啊，那肯定是这个人已经被逮捕了，就失去自由，只是住在什么地方而已，那不就是逮捕吗？你逮捕他是检察院的权利啊，逮捕人是检察院批准的，公安机关是没有权利逮捕谁的。你看公安机关一般一抓24小时，还最长多少小时，必须把人放了，要么就送到那个拘留所去。但是呢，公安机关又可以自己决定监视居住，就是自行判断是否符合逮捕条件，叫指定监视居住。那这不就相当于绕过检察院了吗？那公安机关自己把这人就逮起来了，只是不送到拘留所，不送到看守所，所以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办案机关向检察院申请批捕，检察院认为不符合逮捕条件，不批捕。但是办案机关认为检察院说了不算，对吧？我就不把他送到拘留所、看守所，我把他找个宾馆或者找个什么地方看起来。这里面不就有问题吗？这个看守所、拘留所，它好歹还具备条件，对吧？有人管理，有人监视，有一套程序。
不管怎么说啊，它是有一套这个程序是可以监督的。但是你这种叫指定居住，谁监督啊？就成了一个黑箱，跨省抓捕，关键事后证明人家没罪，完了人还死了。你说这就说明这个问题严重啊。所以说很多人诟病啊，有很多网友啊韭菜，你自己觉得证据确凿，跑去报案，人家不予受理。那像这种又有科技这种事情，明明证据不充分，他能跨越1500公里去抓人，这个区别在哪？你看最后撤案了，对吧？也就是说啊，你搞专案组，你去北京兴师动众啊，去抓捕这个辛彦军，你难道之前不先去秘密的查这个证据吗？证据链要闭环，然后才能去抓人呢？结果现在证明你抓错人了，怎么办？所以说大家总是感觉到该抓的他不抓，不该抓的他抓得很来劲，所以让人啊难免就怀疑他是冲着钱去办案子，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抢着管，说来说去都是为了钱，都是缺钱闹的。反过来说啊，如果继续缺钱下去，这样的悲剧是不可避免。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